如果你完全唔識，你要揀股票，倒不如就係買一啲係不會執笠、有股息派嘅股票。李錦喺金融界有近30年嘅經驗，做過股評人，又做過輪商嘅代言人。不過當初嘅佢投資並唔係咁保守㗎，一心諗住想賺快錢，曾經參與投機炒賣，最慘係曾經差啲輸身家。到我自己大概喺92至97咧，咁就即係好多投機產品咧，我都做過晒㗎啦。由外匯啊、金屬啊、期貨啊、商品啊，即係連嗰啲大豆啊嗰啲都炒勻晒㗎啦。咁啊，樣樣都有孖展添。期指咧就係本來個按金嗰陣時大概2-3萬嘅，90年初，因為個股市都係幾千點咁樣。咁就係2-3張、3-5張就 OK 嘅。但係最全盛咧，即係最誇張就係炒到50張期指就係一次。咁所以上落10幾萬咧。你要諗喺90年初10幾萬就好犀利㗎啦，真係爭啲係夠俾首期㗎啦。即係兩日，如果你2日都係賺10幾萬、30萬已經夠晒俾首期。咁就當然最後都係輸咯。第1、2次輸，咁喺自己嘅積蓄裡面啦，咁都係加埋都冇100萬嘅，接近100萬。但係第3次就好多啦，就超過100幾200萬啦。我已經行使咗外匯基金條例俾予我嘅權力。指示金管局動用外匯基金喺股票同埋期貨市場採取相應嘅適當行動。咁嗰次咧，其實就係喺95、96、97嘅時候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波動嘅，即係包括亞洲金融風暴啊，都係嗰陣時發生。咁所以有政府嘅干預咧，令到我哋咧其實做嘅決定咧係好，即係好冇得估啊！你唔知個政府會點做，或者個市場點樣睇。咁你記得係喺大鱷嚟嘅時候咧，其實係香港政府竟然就成功，香港出嚟都係會冧嘅，咁啊變咗搏命就係沽，但係變咗佢就個期指就搏命咁升，由7-8千點就升到萬一2點咁樣，咁搏命沽，即係睇淡期指，一路沽期指就沽到50-60張，所以就一鋪咧就係輸得好犀利。算係蝕到一鋪清台咧？都算係㗎啦。其實你諗下50張期指，如果你坐到成2000點，你話幾多？咪啱好100萬咯。100萬喎，100萬係不特止喎，可能中間你仲有做其他嘅嘢，又係輸埋喎，咁所以其實係一鋪係輸晒好多嘅錢。咁我可能我個性格又好，或者點都好啦，咁就唔係話太傷心。咁但係當然係唔開心。咁瞓到覺，只係揾個適當嘅時機同太太講，同埋同幾個好朋友。咁結果全部好朋友都有肯借錢，咁太太更加啦。咁啊二話不説咧，將佢緊要嘅積蓄啦，佢幾十萬就借晒俾我。當然佢要我應承一樣嘢，就係以後唔好做。咁我都真係應承到佢嘅。雖然話中間再之後嗰2-3年仲有少少，1998年咧就差唔多係停晒嘅。經歷過教訓，最終真正學識唔再投機。目前投資組合之中，60%係物業同埋債券等等，投資股票嘅比例就只有40%。我係會分散晒啦，譬如係歐洲啦、澳洲啦、美國啦、香港啦，咁我都有分散。即係如果係股票，我亦都係咁做。譬如我買一啲金融類別，咁我就係用同樣以股代息，咁發覺原來係大概10至15年嘅回報咧，係講緊有成3-4倍咁多。咁呢個亦都係證實咗原來我諗法咧，就係揾一間優質嘅公司，有成長嘅潛力，最好有少行頭嘅。未壟斷都去到一個寡頭，即係總之一個係個份額係比較上佔大啲。咁咧你就係同佢成長咧，你先至真正將你個財富係累積。重新累積財富，咁佢開始回饋社會。咁除咗10年前成立老人慈善基金，大約2年前更加放棄穩定嘅工作，開辦青少年理財課程。午安，係。咁你食飯嘅時候咧，你一定會有朋友啊、同事又會同你講，呢啲股票好啊，買呢啲啦。咁你第一次唔信，第二次唔信，第3次咧你會信。咁但係你明白咗，如果你係聽啲消息咧，就係屬於投資係投機啊，舉隻手就得㗎啦。你一舉我望到㗎啦。投機係點啊？投機有咩特別啊？投機就係漫無目的。我跌咗好多，你再咁我一暫時就係針對係中小學。
就教佢哋咧就係咩叫做正確嘅金錢觀念，一個正確嘅人生觀念，同埋原來錢咧係好重要，一定要去揾，不過要合法，同埋咧就係要有個等待，有個耐性，佢願意儲，雖然一蚊一蚊儲，有排儲，咁佢都肯儲。使錢原來肯等咧就唔會亂咁使。有時出街嗰陣時，即係經過一啲店咧，就會話想買，跟住諗下，Evan 叔叔佢話之後就諗下先再買。大個嘅話，首先要聽佢佢話儲翻啲錢先啦。係。Evan 叔叔佢話可以儲翻啲錢，然後做一部分做生意或者做投資用途。咁例如啦，我兩個仔啦，咁佢哋喺大概10歲之前咧，其實就冇做任何嘅投資嘅，主要就係擺啲錢喺銀行。咁10歲左右，即係大概係08、09年咧，咁我哋第一次咧就係做投資黃金。咁我就同佢解釋當時嗰個經濟嘅環境同埋個息率嘅走勢，就係話嗰個息口持續睇嚟會低企嘅，咁對一啲嘅金屬咧，我哋所謂嗰個 carry cost， 即係嗰個持有嘅成本咧，就係相對低嘅，息口低就係低㗎。咁所以係值得係買入。咁嗰次買入咧就係持有時間都好長嘅，接近2年嘅時間。喺嗰次我投資嘅目的咧，就係教兩個仔咧，就係喺實踐中咧，就係訓練一個耐性。咁去到就係買 iBond， 咁主要就係話呢個債券就係咁樣噶啦。原來3年你攞翻你嘅本金1萬蚊，咁中間每年有2次息。咁呢個俾佢睇到呢個債券原來就係咁嘅功用。咁就再繼續咧就係買啲收息嘅股份啦，譬如匯控咁樣。咁同埋係有買埋嗰隻388，咁就係香港交易所。咁我就係解釋嗱，呢間公司咧就係唔會執笠噶啦。咁所以付出嘅除咗講授，仲有實戰。務求令到兩個仔能夠明白高風險投資嘅代價。我大概記得咧，2011、12年左右咧，就係介紹佢哋買一隻資源嘅股份。咁講完俾佢聽之後咧，個大仔就係問一句就係話：咁聽落去好似冇股息派喎，爹爹你話一定要買股息派嘅股票。我係啊，今次冇㗎，但係如果經濟好咧，中國經濟好咧，其實嗰個資源股咧係會繼續升，同埋你而家大概係個半銀錢做緊，可能會升3蚊4蚊，即係個回報係好高，但係風險都好大㗎。咁個仔問話：咁仲買？我話隨便你啦，我會買少少。咁我會買少少，係咩叫少少啊？我話譬如匯豐咧，你哋如果買1萬蚊咧，你應該咧就係買1000蚊嘅，即係1成到。咁結果咧太太冇買，但係兩個仔都有買，一人真係拎咗1000蚊出嚟。但係當然夾啦，即係我啲錢夾埋啲錢，咁就買咗嗰隻資源股。咁出現點咧就好快咧，我諗唔夠9個月到，唔知半年定9個月咧就跌咗差唔多一半。咁係跌啱過咗一半嘅時候咧，我就提議係要所謂斬倉啦，即係止蝕佢啦。咁蝕咗之後咧，咁兩個大仔就又問啦，因為大仔比較上係識思想啊，當時佢都好似13、14歲度。佢話爹咁搞錯啊，介紹啲嘢嘅蝕得咁犀利。我話係啊，蝕咗幾多？600蚊。我話係啊，蝕咗幾多成啊？6成。我話嗱係啊，蝕咗好多嘅。咁因為呢啲係投機性，即係賭嘅產品。咁但係你喺其他產品係點啊？即係其他投資，譬如匯豐，我話係啊，收息都幾好㗎，有幾百蚊嘅，如果1萬蚊計。咁跟住就係嗰個 iBond 又係啦，港交所亦都係。我係啦嗱，咁你見到嗰啲收息，我哋唔好理計股價升跌先，其實收息你已經賺超過2-3千蚊，咁你依家輸600蚊。歐洲有，特別係英國，我覺得係值得留意嘅，因為佢脫咗歐洲。到咗而家，兩個仔分別係大學同埋高中生，咁佢仍然會俾佢哋投資嘅建議。雖然一般嚟講，年輕較有能力承受風險，咁可以做多啲高風險嘅投資，但係佢仍然都話投資要有紀律。話你年青可以做到投機咧，我都係講翻一句，就係如果你輸咗或者贏咗，你真係明白個道理，再繼唔繼續做你自己選擇。因為我哋嘅經驗或者我過去嗰20幾30年嘅工作睇到咧，就係做投機嘅人咧，1萬個咧，我都睇唔到有10個係賺到錢嘅，我係6隻手指數晒。咁嗰啲人係具備一啲好特殊嘅一啲特質嘅。咁譬如佢哋係。譬如佢賺咗個價位，佢就即刻賺㗎啦。你叫佢唔好賺啦，明明個市升，唔使㗎啦。蝕咗個價位，
唔會啦，等佢反彈先斬啦，佢即刻斬咗佢。咁我哋一般普羅大眾具唔具備呢啲？第一好狠咧，即係有個 discipline 咧，有個紀律咧，冇。咁亦都唔明個投機嗰個市場個運作，原來要好快。譬如你個回報要求只係5%啫。咁5%，我話你咪擺1/3喺銀行，2/3就買啲就係公用股，最多即係高風險少少就買隻盈富基金就算㗎啦，因為你知唔會執笠。我哋成日講一樣嘢，你知道啲嘢係唔會執笠，股票就係升升跌跌啫。咁你咪最緊要係有息派。咁一段時間5年10年你都係翻嚟㗎嘛，你用咁嘅心態嚟到投資咯。買完，總之我覺得呢啲錢唔等錢使，佢有派股息。唔會執笠，我瞓得着就算㗎啦。